乐道斯提反，互信心充满。拄目看天，看见上帝的荣光。耶稣徛伫上帝的大屏，就讲：看啊，我看见天开，人子徛伫上帝的大屏。因大声嚎叫，黄耳空，人心萎溃伊，发伊出城，用石头钉伊。最干净的人将因的衫下伫少年人名叫扫罗的骹前，因用石头钉斯提反。斯提反求讲：主耶稣啊，接留我的心。佮跪落去，大声叫讲：主啊，无得用即个罪归着因。讲煞就困，扫罗也欢喜伊死。请牧师讲道，题目是看见上帝的荣光。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伫2008年6月3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日本的长崎、熊本两个县内面关系隐匿基督徒的物件，亲像教堂、亲像这基督徒的聚落等等这物件，拢总有12项列做世界的遗产。什么叫做隐匿的基督徒？就是信徒因爱稳重家己是天主教徒的身份，若无因就活袂落去。因会用即个佛教的观音来当做玛利亚的替身来拜，但是偷偷啊，伫观音的像的顶面刻十字架。因也会将即个画有玛利亚的图片来甲即个玛利亚，佮加上日本的和服，互玛利亚看起来无亲像玛利亚。因也会暗中替出世的囡仔来行洗礼。这基督徒不断稳重、伪装因安尼生活，所以形成一个真特别的文化。为什么伫日本有遐尔特别的文化呢？因为迄当时的日本拄啊是真严重迫害天主教的时期。其实日本因毋是一开始就受到遐尼大的一个对敌，对基督教遐尼大的对敌。因伫1549年，第一位耶稣会的天主教的即个宣教师沙勿略，伊去到九州的鹿儿岛，就替日本带来一个真全新的一个宗教。所以天主教伫迄个时期非常的兴旺。但是因为后来政治的因素，并且天主教佮甲当时日本传统的宗教发生冲突。所以，迄当时掌权的丰臣秀吉就伫1587年下令禁教，将这宣教师拢总赶出去，并且将基督教定做邪教。伊后来接续的这统治者，亲像德川家康甲伊的这后代，也对天主教有非常大一个迫害。统治者对信徒的迫害，咱会当伫远藤周作的一本小说。并且伫2016年有拍做电影的《沉默》这本册会当看见。若是咱有机会去到日本的长崎，千万毋通干那去食长崎蛋糕，咱嘛会当去参观这个纪念馆。咱看迄当时的信徒是安怎伫迫害内面持守因的信仰。迄当时若互人发现是天主教徒，有可能就互挂插伫海中的在十字架顶。然后伫遐，互海鹰拍甲死，也是会将你等伫一个会当将两煮熟、非常高温的迄个温泉内面，互你烫死，也是叫你伫众人面前去打耶稣的像，来放弃你的信仰。亲像即个彩绘玻璃顶面，拢是一寡迄当时对基督徒真残忍的手段。伫长崎有一间叫做日本26圣人纪念馆。就是伫纪念伫1597年2月初5，互丰臣秀吉处死的26位天主教徒加这传教士。这26个人的中间有的是外国人，嘛有是日本人。伫因互处死进前，拢已经互切掉一个耳仔，并且因仔行真远的路，去到长崎迄个所在伫遐受死。伫这中间有一位上少年的是12岁的巴拉契，了后天主教封伊做圣徒，名封伊做 Saint Louis 巴拉契。根据这个纪念馆的资料，一
一路带因去到长崎的即个守卫，看到一个12岁囡仔互切掉一个耳仔，佮行遐尼远的路，足不忍心的，就已经苦劝伊讲：啊，你干脆放弃你的信仰啦！但是即个囡仔伊无放弃，并且伊一路唱歌学罗上帝，一直到1644年，日本上尾一个传教士殉道了后，即群无人带领基督徒，因由源代代来传承因的信仰，因用即个口传的方式，将因的祈祷留予下一代。一直到1858年解除禁止即个命令了后，传教士搁入来日本，然后伫1865年3月17号，有一群天主教徒来到即个大埔天主堂，甲即个外国人神父讲，其实阮甲你是信同一个神。原来即群人的祖先就是伫200多年前互迫害的迄群隐秘基督徒。即个神父听呢，就开始去找迄群人，结果伫长崎县约略有3万人因出来表明因的信仰。一直到现在，长崎也是日本天主教人口比例上悬的一个地区。看见安尼的历史，会互咱感觉真悲伤。但是，毋若是200年前的日本，伫耶稣出来传福音了后，历代基督徒就不断因为信仰得受迫害。所以，为耶稣来做见证，有可能是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毋是咱徛伫会场的面前做几分钟的见证遐尔简单。亲像今仔日经文的即位主角司提反，伊伫做见证了后，就互人用石头钉死。司提反是初代教会选出来会晓讲希腊话的7位执事其中的一位。伫《使徒行传》第6章有讲出这7位执事的名。独独伫讲到司提反的时，有特别讲起讲，伊是有信甲信心充满的人。伫第8节嘛有讲伊讲，受恩典甲才能满满，行大的新约基础伫百姓的中间。所以这7位执事，因毋若是管这食饭的代志，咱看见伫司提反，伊会当甲人辩论。所以有一寡会晓讲希腊话的这犹太人，因就来找即个司提反辩论。所以咱看见伊会当甲别人辩论，这表示讲伊毋若有犹太信仰的基础，并且伊对耶稣的认捌也非常非常的认捌。所以，伊会当甲遮个人做信仰顶面的讨论。但是，司提反的口才嘛，毋是对伊的学问来的，直接甲咱讲，圣神赏赐伊有安尼的口才。所以，伊安怎甲人辩论，遐个人安怎讲嘛讲袂赢伊。遮个人只好去收买别人来做见证，来陷害司提反，讲司提反伊是亵渎上帝，讲司提反是用无影的话。所以，司提反就安尼互掠去犹太人的议会来审问。所以，咱今仔日看的第7章就是司提反的辩论。但是，真特别的是，伊无为着家己的无罪来辩论，并且咱若去详细看司提反伊所讲的内容，会通知影讲伊是一个非常敬虔的犹太人，因为伊对因的祖先也要来向讲起，然后讲到约瑟互卖到埃及。佮讲到摩西安怎带以色列人来离开埃及，落尾伊讲到大笔，所以司提反硬望讲，伊会当用上帝竞选以色列人的这段历史，来互遮个听众会当看见上帝伫耶稣基督身躯所显明的救恩。所以伊迄段话非常清楚，咱看了后，咱就知影讲，司提反伊根本无犯着遐个人控告伊的罪。伊无诽谤上帝，伊嘛无诽谤摩西。伊强调上帝无受空间、无受时间、无受人的限制。伊讲上帝是超越人所限定一切。但是真正互即群人见笑转生气的是司提反伊的结论。司提反讲，恁的颔棍硬、心甲耳未受割礼的人，常常背逆圣神。恁会做安尼，恁也安尼。神之中打落一个无互恁的祖捆着伊啊，遐参与伊的要教的人，恁也害死伊。
伫遮非常清楚明白，就是讲啥，恁就是害死耶稣的迄群人。哦，司提反伊无看讲伊的眼睛拢是危险，伊就停止无讲遮个话呢。伊无，伊继续讲伊应该讲的话。所以司提反的讲话，嘛，互我想起伫圣神降临的迄一天，彼得嘛是共款指出犹太人将耶稣钉死的罪。但是伫迄天的听众，因听了后，内心刺察，认罪悔改。毋过今仔日即段经文的听众，因较是安怎咧？心内正在受气，司提反假牙切起。彼得甲司提反其实因讲的内容拢差不多，但是听众较有无共款的反应，为虾米咧？听彼得讲话迄群人，圣神甲因同在；但是听司提反讲话迄群人，因的内心充满怨愤、嫉妒，因的内心无空间容允圣神入来。所以就伫众人假牙切起，真生气，目睭金金，手提石头准备咧顶司提反，非常紧张的迄个时刻，咱较看见有一个平静、安稳，看起来敢若毋是共一个空间出现的景象，就是司提反伊互圣神充满，伊注目看天，看见上帝的阳光，看见耶稣徛伫上帝的大边。并且，当遮个人大声喊讲“互伊死”的时，司提反伊是讲出：“看啊，我看见天开，人子徛伫上帝大边。”对耶稣基督的确信，互司提反对家己得要面对的苦难安然自在。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伊描写受难的司提反，嘛会互咱想起耶稣。耶稣伫大祭司、祭司、文士、长老所组成的议会受审问，司提反嘛伫议会中受审问。耶稣甲遮个宗教领袖讲，当以后人子要坐伫上帝大边。咱看见司提反，伊嘛伫遐宣告，人子徛伫上帝大边。耶稣要死的时，伊将灵魂交予上帝。司提反嘛讲：“主耶稣啊，求你接纳我的神。”耶稣互定罪，司提反嘛互定罪。另外，司提反为着定义，耶稣为着定义十字架的人讲，祈祷讲赦免因的罪。咱看见司提反共款嘛为着遐定义石头的人祈祷讲，主啊，无得用即个罪来归伫因。咱看见。当司提反将伊的目睭对地面的迫害转往去看天顶的愿望，伊就袂因为这危险来丧胆。当伊看见耶稣徛伫上帝大边，伊一定得到非常大的安慰，因为耶稣毋是坐伫上帝大边，耶稣是徛起来，准备要迎接这个顺道者的灵魂。司提反迄当时伊一定知影讲，伊毋是白白的牺牲。伫教会受迫害的这历史内面，有真侪感动人的故事。亲像最近我有看见一个见证，是发生伫中国。有一个姊妹，伊因为信耶稣，互人检举，所以就伫2016年的某一天的早起，警察去到伊的厝，敲出伊是基督徒的证据，然后就将伊抓去派出所。到伫派出所，伊受尽凌辱。伊规身躯的衫上脱了，然后带伊去一个房间，伫遐受审问。第一个警察看起来真好咧，甲伊问讲：啊，你伫倒位聚会啊？佫有倒一寡人甲你共款嘛是基督徒啊？这姊妹伊毋肯出卖伊的兄弟姊妹，所以警察就佫提出迄个家私来，甲恐吓伊：你即马要讲无？但是这个姊妹依然保持安静。10分钟了后。这个警察开始用种种咱想袂到的方式来虐待伊，但是无论安怎，这个姊妹就是无屈服，所以这个警察无法度改用另外一种方式，伊就摕一张纸，叫伊照顶面所写的来读。这个姊妹一看，哎，顶面拢写是亵渎上帝的话呢，所以伊拒绝。但是就伫迄时，
伊发现伊的倒手敢若有火在烧，毋过伊的头是用压的，伊看袂到，所以就伫迄种非常痛苦、凄惨的内面，有一段经文出现伫伊的心内。迄段经文就是讲，遐害死身躯、未害死灵魂的，无得惊因；独迄个会灭灵魂甲身躯伫地狱的，较着惊。伊祈祷求上帝保守伊。一直到下晡，遐警察继续责骂伊，并且呛伊讲：“你若出去，要阁信无？”迄当时伊的内心充满征战，因为伊知影，迄当时上帝甲撒旦拢在看伊。但是伊要做出什么款的选择咧？所以伫伊内心的信心要消失的时，伊想到主耶稣为着拯救人类死伫十字架顶，伊嘛想到历代的基督徒也伫安尼受迫害，所以伊即时所受的苦是算什么咧？这嘛带互伊勇气，所以伊坚定回答迄个警察讲：“我要信。”警察阁用另外一招甲伊问讲：“哎呀，阮是无想甲你列做档案啦。你只要好啊回答问题，阮会放你转去。但是你一旦入伫即个档案，以后你的囡仔咧，伊一定会受拖累。伊袂当考大学，嘛袂当入党，嘛袂当考公务员。你无要替你的囡仔想一下吗？”哦，即个姊妹伊内心非常的冲突，但是伊嘛是无出声，因为伊相信上帝会安排伊囡仔的人生。哦，所以这警察无法度，就甲定罪，准备要甲关。即个姊妹嘛听过互关的基督徒伫遐讲即个监狱内面的情形，伊非常非常惊，但是伊就是不断祈祷，求上帝带领。伫迄天暗时8点，警察准备要送伊去迄个拘留所，但是因为拘留所的迄个所长无伫地，所以无法度签名。所以，因就暗算讲啊，第二天早起，甲送伊去。但是嘛，无想到，嘛无人做任何代志哦。就伫第二天的早起，毋知影什么款的理由，即个警察就甲伊讲：“阮即摆放你煞，以后毋通阁信啊！若阁互阮抓着，就毋是遐尔啊简单啊！”咱看见，咱拢想讲，即种迫害是伫2000年进前的代志。但是迫害犹原发生伫21世纪的今仔日，所以咱看见这基督徒因所伫面对迫害所发生的这个真奇妙的这个见证的时，拢在甲咱讲，信耶稣毋是讲咱想要信就会当信，信耶稣毋是讲咱想要得到就会当得到，若毋是上帝保守，要得到这个信仰是非常无简单的代志。到伫2021年统计，全世界有超过3亿4千万的基督徒在面对迫害。所以，咱目前活伫真自由地区的基督徒，咱不但爱替这受苦的基督徒、这兄弟姊妹祈祷，并且咱嘛爱因为目前咱所领受的恩典来感谢、来珍惜。虽然咱毋免去面对，因为信仰来做出迄个生死决定的迄种选择，但是我相信有真侪敬虔的兄弟姊妹，也定定爱伫一寡是非不明的代志顶面，用信仰来表明家己的立场，并且咱嘛爱根据信仰来选择要安怎做出合伫真理的一个决定，这真正非常困难，因为咱是一脚徛伫真理。另外一脚，咱是徛伫世界。毋过，一个对上帝敬虔的人，会非常自然，会因为伊内面的信仰价值，来做出甲世界价值观非常无共款的代志。亲像前一阵仔，我有斗3工，伫一间原住民教会，就是司马县教会因建堂的义卖。所以伫2-3礼拜之前，这个教会牧师就亲身将这物件拢摕来。阮就点好数量，点好金额了后，这个牧师对伊的牧师先生讲：“你敢有50箍爱找钱？”我甲牧师讲：“牧师毋免，头拄仔钱拄好，毋免找钱。”无想到牧师讲：“啊，因为前一阵仔教会种的即个姜黄大出，生介多，所以姜黄粉就降价50箍。
讲了后就将50箍找互我，我就感觉即个牧师敢会当安尼做生意？因为咱定定伫新闻会当看见，有一寡卖食会早餐厅，会为讲卵起价、猪肉起价、雅士电费起价，所以伊的产品、伊卖物件嘛爱起价。但是咱绝对袂伫原物料降价时，听见遮的生理人讲：“哎呀，即摆来降价好啊！”所以我就甲牧师讲：“牧师无要紧啦，恁这是为着建堂，并且你即摆是因为大出来降价，但是以后若产量减少咧，是要安怎咧？”伊竟然甲我回答讲：“以后才阁讲。”遐尔啊正直、善良的价值观。是要安怎甲世界迄种尽量趁较侪的世界观来相比咧？所以基督徒，咱伫即个世界徛起，虽然面对咱的头前毋是遮的石头，但是有可能是真侪人情世事，有可能是你的经济压力，有可能是你的民主问题。遮物件互咱感觉压力足大的，但是咱敢有够也勇气？会当因为耶稣伫批评、伫反对、伫骄傲、伫无公义的环境中间，来选择做一个行伫真理内面的人咧。破除过去的家己，嘛是一种形式的顺道。但是如果做一个基督徒，对你来讲，不过是伫人访问的时，你选一个我是基督徒，安尼一个宗教信仰的选择尔，你一定无法度来产生勇气。但是，如果互咱看见的是永远，毋是地面这暂时的物件，我相信咱会当因为耶稣来做出无共款的选择。落尾，互咱感觉有一点仔失望的是，伫司提反伊勇敢做见证了后，上帝竟然无惊神野，上帝无派天使，嘛无降火来烧死即群人，嘛无互司提反一领会当抵挡众人石头的箭架。司提反顺道啊，代志看起来就安尼结束啊。初代教会不但失去一个人才，耶稣嘛失去一个军队伊的学生。但是扫罗出现啊，扫罗会当讲是当时真年轻有为的一个青年，因为伊受家己真出名的列比加玛列，并且伊阁有罗马公民的身份。这个身份是用钱嘛买袂来的。这段经文互咱看见，伊毋是等石头的迄个人，伊敢若是徛伫边啊，帮遐个等石头的人过衫尔。但是伊会出现一个场合，表示伊伫犹太人中间不只有身份地位，并且伊嘛认同扫罗应该是，因为伊嘛感觉扫罗是亵渎上帝。这个司提反是亵渎上帝，所以伊嘛认为这个司提反应该爱死。因为伫上尾才有甲咱讲，扫罗也欢喜伊死。这个扫罗是啥咧？就是咱伫新约中间大部分批信的作者，并且世界传福音起造教会的保罗。伊伫信耶稣进前是一个大迫害教会的一个人，所以伫《使徒行传》第8章开始，就是描写讲即个扫罗安怎迫害教会，甚至伫第8章第3节有讲，扫罗大陷害教会，入逐人的家，拖因的男女送到罗监。扫罗伊做的，甲日本时代即个幕府时代迫害基督徒，甲现代中国伫迫害基督徒，敢有啥物无共？但是当伊了后拄着耶稣，伊规个人互耶稣改变。所以今仔日咱读的这段经文，的结局看起来，敢若是一个互石头钉死的一个尸体。但是司提反的死，较伫一个硬心的人扫罗的内面，成做一粒种子。了后保罗的改变，是迄当时的扫罗无法度想象的。但是第一位的殉道者司提反，伊用伊的血来证明一句话：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种子。保罗接受福音了后，
伊去做外邦人的教会，互福音传到欧洲，然后欧洲传到台湾，互咱有机会会当认捌耶稣，并且即个福音嘛伫16世纪传去日本。虽然当时的传教士、遮个信徒因拢牺牲因的性命，但是嘛因为遮个人的血感动、影响、接续落来200年的信徒。互因会当伫困苦的环境内面，又愿用因的性命来做见证。兄弟姊妹，咱的性命拢会结束，但是咱留落来影响力是会继续落去的。历代遮信仰前辈用因的性命来做见证，互咱遮无遭遇迫害的人，会当因为看见因对信仰坚持，咱家己来反省，咱家己来调整咱家己的态度。这就是影响力，但是咱袂当干那做一个来得到影响力的人，咱爱产出迄个影响力。所以咱拢爱来想，我是要留我什么款的信仰价值，互我的后辈咧？亲像咱的教会中间有几个家庭，拢是互人足欣赏的家庭，因几代拢参与伫敬拜，参与伫服侍。我相信，这个家庭留互因的子孙呢，是一个永远用袂了的信仰的遗产。每一届我咧看这个教会受迫害的历史，我拢无啥会当明白讲，为什么上帝的福音爱伫遐尔困难的中间来生存咧？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嘛相信，历代的教会拢伫上帝手中，万事拢有上帝美好的旨意，并且。伫教会功能来讲，若一群人自集伫教会内面享受，这绝对毋是好代志。所以上帝嘛用迫害来训练教会，互教会哪来哪勇壮，会当去扩展。另外，对司提反伊所拄着的代志，咱嘛会当来学习，要安怎伫困难的环境中间来仰望上帝，毋是来看咱的困难本身。因为当咱仰望，咱就会当看见上帝无限的权能。但是咱若头暗，就不断看见家己的有限。落尾，咱嘛爱学习活出甲即个世界无共款的价值观。有可能你会因为安尼受人的耻笑，但是甚至你嘛有可能会受亏损。但是咱拢为主来坚持落去，因为咱知影伫未来咱要高效的迄位。毋是即个世界，是特别来主耶稣。咱做伙来祈祷。主耶稣，当阮看见伫历代的基督徒有遐尼侪人，因为着即个福音，因的性命，也是因的利益受到亏损的时，主，阮实在无法度明白，为什么福音爱伫遐尼困难的中间来宣扬。总是主，阮相信你有你美好的意思。照着这历代基督徒因所受的迫害，主你搁一届提醒阮，互阮即个冷淡的信仰会当搁一届来醒过来。主，阮活伫一个无需要受到迫害的安尼时代，但是主，阮敢愿意为着你来改变阮家己咧？阮是毋是有真侪习惯、真侪的自我，是你所无欢喜，总是阮毋愿意改变？主，阮恳求你，互阮会当学习。安怎来突破阮家己的性命？安怎来消除这你无欢喜的事？互阮会当改旧换新，成做你所欢喜的人。恳求你赏赐互阮气力。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阿门。